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今日下晡因为白血病器官衰竭过身，食到96岁。中共反对疫情封控的抗议继续滚加，爆发警民冲突。广州海珠有警察向民众牵催泪弹。法用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上武器甲物资助乌克兰经过寒冬，美国是宣布调资源帮助乌克兰修理电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中国的官方媒体下晡时发布，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因为白血病器官衰竭过身，食到96岁。江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是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开始的。伊处理六四事件手段，受到迄当时的国家主席邓小平的肯定，一路是坐起中共的中央总书记，做过2任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任内推动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就是对江泽民的时代冲起来的。不过，伊在政治方面强硬打压异议人士，对咱台湾嘛一直拢是维持强硬的态度。有媒体就分析讲，江泽民过身的消息可能会甲目前中国反封控的抗议压落去，转移百姓焦点。不过，嘛有人认为讲，江泽民打压异议人士的过去，可能互民众的反弹更较旺。不过，讲是安尼讲，中国人可能根本都唔知影江泽民打压言论的过去。咱叫外人又会无准算，所有的关键就伫咧中国的官方安怎操作江泽民过身的议题。维安人员甲查咧，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徛伫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倒边，看起来行动哪像较慢淡薄啊。这嘛是伊最后一届公开出现。江泽民伫咧1989年六四事件了后，担任中共总书记，一直到2002年才卸任，是中国第3代领导的核心。不过30中斗却传出因为得着肺癌，合并几下的器官衰竭，伫咧上海过往，食到96岁。江泽民伫1926年出世，是真有艺术的天分，介意古典音乐，还佫会晓袂少乐器，当然歌曲嘛会晓唱。1997年邓小平过身了后，江泽民掌权，伊伫1989年6月调任北京，成做中国总书记。以江泽民为首的成员，去互海外各界定义做是上海帮，袂少江派人马，小连续成做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层。伊伫任内，甲香港甲澳门收倒来，还佫捌去香港访问过4届，主持1997年香港回归的仪式。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有壮丽的发展。江泽民领导的江派人马声势是真大，2000年还佫提出3个代表，罕见稳准资本家入党。伫2002年10月，中国举行16大。江泽民虽然是已经卸任总书记，不过也是掌握军权。一直到2004年9月，伊才为中国中央军委主席落任。就伫伊卸任了后，江派人马就小连续出代志。一直到2017年，重庆市委书记孙政在互踢查，是江派上尾一个高官落马。也那江泽民因为身体愈来愈歹，嘛愈来愈少公开参加活动。最后一届公开出面是伫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经过3年了后，伫11月30中昼传出伊病逝的消息。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因为江泽民过身，中国反对封控的抗议有可能会自安的消退。不过早暗也是有发生警民冲突，广州海珠市有警察向民众牵催泪弹，而且网络是风声广州要全城封锁，有侪侪民众亲像逃难共款，客去车头要离开，高速公路马路塞车。不过今日下晡，广州当局是宣布放令部分地区的管制，有一款咧安大民心的气味。催泪弹。社会民众组织，中国广州的海珠区传出因为防疫措施爆发警察和民众激烈的冲突，警方甚至是对巷仔内的民众是弹催泪弹，看到因拖开现场的民众较紧走。透过影片嘛，会当看到民众是对警方来弹玻璃管仔，和附近的民众是欢喜欢休。中国最近真侪所在拢出现自发性的集会，除了哀悼心中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嘛对官方严格防疫政策表达不满。日个暗时 ，Twitter 和微博这社群平台拢出现广州的天河区，刷落来都要面对全域封控的消息。火车头是出现一堆要走的人，高速公路嘛拢客满满啊。对我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在居家办公嘛。
但是看他们就是为了自由去争取，还是挺振奋人心的吧。伫这个站，民众想要冲出封锁，和防疫人员是爆发冲突，杀戮将对头前行，而且大声喊解放。伫广州市真侪民众聚集伫荔湾区的路中边啊，对已经实施几啊礼拜无共形式的封锁来抗议。伫北京，一堆警察是守伫街仔路，对任何有可能搁发生的示威来严加防范。分析家认为，这几天的示威和过去无法接发生的小抗议无共的所在，是规模和拓开的程度。A national character, widespread nature of it that I think makes it a much more potentially volatile and potentially more threatening set of problems that the party in China has to deal with. 美联社指出讲，至少有8个中国城市伫2次是出现示威，这是6次事件了后，中国爆发上大的示威潮。国际上已经有成万，澳洲、英国、美国拢有华人集会相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民间摕白纸示威的活动伫济城市滚价，不过中国的官方竟然是讲这款活动是境外势力塞人的，引起抗议的民众不满，认为讲政府毋但无听因的心声，佮推卸责任。除了中国国内，济国家嘛拢有乌烟的活动。联合国也表示讲支持中国人民表达意见的权利。我们现在是能出国，还是能上国外的网？都不能。他们怎么联系我们？联系不上。哪来的境外势力？月球吗？中国人民因为参加白纸运动的抗议，却向讲有境外反坏势力介入。中国人民心内是真生气，集体讲出因的不满，现场是你一句我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还有境外，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吗？是列宁吗？马克思德国人。中国境内白纸运动持续在拖，国际上嘛有真侪所在间乌烟。美国哈佛大学学生自告伫学校内底举言论自由标语，甲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甲清零政策的罹难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联合国拢支持中国人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We support the right of people everywhere to peacefully protest, to make known their views, their concerns, and their frustrations. Is that we believe in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s right to peaceful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their right to demonstrate peacefully, and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guarantee that right. 习近平 ，Step down！ 习近平，加拿大多伦多抗议的民众大声喊习近平落台，有人穿几分丝的防护衫护翼，唔但反对清零的政策，嘛都爱改变中国的政权。美国纽约嘛有声援白纸运动的暗会，未少美国人来表达支持，这嘛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上大的示威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咱台湾的立法议长游锡堃带团访问日本，也去甲日本自民党的政调会长秋生田光一会面。双方拢表示要加强合作，防卫中国。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为了防止疯狂的示威活动搁再扩大，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15间大学宣布停课，派免费的巴士送学生回去厝，而且阁有警察伫咧路边临检过路人的手机啊。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爆发有史以来上严重的禽流感，已经是有60万只火鸡染病死亡。今年耶诞节的火鸡供应量恐惊只剩一半。接落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尊重婚姻法案，要求各州爱承认伫咧其他州结婚的同性伴侣的身份。这项法案会送回众议院定出确定的版本，搁由总统拜登来签字生效。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极右派组织宣誓者创办人罗兹参与国会报道案。虽然伊本人是无攻入国会山庄，不过算是无后的主使者，去互法院判线段关弄罪成立。美国国防部公布上新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爱算伫咧2027年达成建军的目标，迄阵就有武力拍台湾的能力，而且佫会扩大核武器的库存。美国预估伫咧2030年，中国恐惊得有1500粒的核弹头。除了军力的准备，美国佫列出4项中国可能会对台湾发动的军事行动，包含海空封锁、飞弹空袭、武力行动入侵台湾。
有学者就警告讲，咱的国军上界重要的就是甲第一批的飞弹动落来。另外，嘛爱防止中国利用网络来打击人心。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这两天北约组织是当咧开会，新冠国的外交部长注目伫咧乌克兰目前的困境。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是批评罗西亚崩掉乌克兰的电厂，利用天气做武器，要互民众歹过冬。即马是台湾的暗时11点外，乌克兰是暗头5点外。这张地图是目前乌克兰的温度，蓝色的部分拢是0度以下。乌克兰的东部是上海寒，已经到零下6度啊。日暝了后，温度还会继续下降，这地头嘛拢断咧落雪。就算是较南边、较温暖的部分，嘛无到10度。伫咧这款温度的环境下，因为无电无法度送烧开，日子到底是要安怎过？所以北约是当咧开会，讨论除了继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嘛要送人道的资源，亲像是燃料甲发电机等等过去。美国嘛宣布讲，要招各国的企业送修理电厂的零件甲材料过去，帮助乌克兰赶紧恢复送电。另外，两军目前是伫咧顿内刺客交战，乌克兰派调查人员收集飞弹碎片，要做罗西亚战争罪证据。北约组织呢，头2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展开2天的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表示，俄国伫乌克兰战争受挫，所以将冬天当作武器，予乌克兰民众无法度度过冬天，佮继续加大攻击。北约会继续援助乌克兰。Russia is using brutal missile and drone attacks to leave Ukraine cold and dark this winter. President Putin is trying to weaponize winter, to force Ukrainians to freeze or flee. 伫乌克兰要求北约提供更加先进防空系统之下，北约组织成员真正认为，重点要放伫打败乌军，除了继续军援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干扰设备以外，也要协助修复乌克兰的供电设施，佮保护人民免受飞弹攻击，也提供其他燃料发电机、医疗用品等进度援助。同时，佮表示，予乌克兰加入北约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军要向顿涅茨克地区哈尔科夫推进，加上天气无好，乌东前线战争依然真严重。啊，不过俄国的调查部门也继续伫哈尔科夫收集俄军攻击民众设施、主题库顶飞弹残骸，作为调查战争罪相关证据。公司新闻陈世东报道。因为国际能源价小大起，中欧国家匈牙利是暂时要甲图书馆、戏院、游泳池等等的公共设施关起来，而且耶诞节要到啊，全台电火食电嘛拢真凶。所以有的小店是甲电火接发电的设备，互民众搭脚踏车发电嘛真有气氛。民众表示咧骑会当发电的铁马，便若达到一定的速度，这个6公尺高耶诞节的灯彩就会规个点倒。家囡仔嘛真欢喜，做伙搭铁马发电，因是大家喘屁屁。这是布达佩斯第2区为着节能推出的办法，因取消大部分的耶诞灯彩，用创意来取代点灯的用电。tér szomorúak lettünk volna, ha idén nincs, de azt hiszem, hogy ez egy köztes, remek megoldás. 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地区能源的计小大起，互欧洲这个寒天是真歹过。匈牙利当局嘛公布立场，都要甲真侪公共设施关起来省电。真侪地方政府嘛感受到真大的财政压力，因为民生上介富裕，而且由执政党组成的城市塞克什堡堡。遐个博物馆、图书馆、甲剧院，这个官人运作拢较重点。当地一个会当有14000人入去看比赛新的卡球场，嘛同款是爱关起来。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伫10月份达到21.6%，是从1996年以来上悬，伫欧盟排第3。因为奥尔班又是政府对基本食食甲燃料提出计销的上限，造成加油站甲店头有欠缺的情形。长期水电费价核心政策嘛真恶继续落去。第3季 GDP 收缩0.4%，当局把这个责任起向欧盟，批评讲拢是因为布鲁塞尔对俄罗斯的制裁，才互国家陷入能源危机。这个讲法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嘛表示愿意阁继续经落去。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来看一条温暖的消息，美国德州的小镇哈尔顿有一对翁仔某的查某囝，51年前失踪，去互年母偷抱去。这么侪年来，因拢无放弃找查某囝。透过 DNA 检验，竟然是成功找到这个51年前去互绑票的亲生祖囝，真正是天大奇迹。
隔超过半世纪，两个结伙人甲头前即个看着真熟悉又佫真青春的负责人梅丽莎蓝调咧。1971年，迄当阵才20外岁，海史密斯翁仔某看报纸的广告，找一个尼母来告伊。迄当阵才打变2岁查某囝，毋过交互尼母了后，无到20分钟，因查某囝甲尼母两个人都毋知去倒位啊。海史密斯因翁仔某透过各种的管道找警察，甚至是找联邦探员，要是找无伊失踪的查某囝，抑佫有哪像甲伊绑票的尼母。I was only 21 years old, and I was sad a lot. You know, I went through a lot of depression. It was just really an abusive until I ran away from home when I was 15. And then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the streets. 一直到今年9月，因听讲有人伫南卡罗来纳州看到梅丽莎，除了想办法去探访，嘛伫家族的人面册网页顶悬普找人的消息。梅丽莎讲，亲头起伊要求是讲这是诈骗集团的部署，所以就无插伊。代志到11月初6出现重大转机，有 DNA 检验的专家摕到梅丽莎伊囡仔 DNA 的样本，了后联络梅丽莎因老爸老母，经过比对了后，一对翁仔某发现这个青春的负责人，竟然就是伊失踪51年、生死不明的查某囝。I can't describe my feelings. I'm so happy to see my daughter that I didn't ever think I would see again. 梅丽莎去互带走的时阵，伊的本名号做梅兰妮，伊按算改倒转来这个名。也让永年甲伊带走的尼母，即马人伫倒位，也无人知影。公司新闻，徐家人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